114年毛利市客家歌手演唱会为闹热登场了，用客家形象传承金韵做主题，邀请到老经验的客家金曲歌手、新生代的客家之声，还有毛利市客家儿童合唱团、舞蹈团、老菜地沙区客家团队，带来更精彩的客家歌舞、老山歌戏剧。多重的强情，唔但唱做得轻松表演，主办单位还准备登录老100元的小费券，等等就做得到附近的摊位来买菜地的美食咯，更有机会抽中 Panasonic 50寸4K 智慧显示器。10月11号，强卡来客家欣赏传统金韵，来趟演唱会。拿好礼，感受客家演唱会嘅幸福快樂。